喂，姐姐早晨啊，Hello，周生弟弟，你好，好，你叫咩名咧？我叫 Harriet 啊，你幾多歲㗎？我今年45歲，咁你結咗婚未㗎？我要結咗婚啦，你有幾多個小朋友有啊？兩個小朋友，你以前嚟過香港做嘢幾耐咧？有12年，12年，兩個係啊，老闆。係啊，通常照顧咩㗎？要照顧老人家，老人家有冇病㗎？有啊，婆婆，有咩病咧？婆婆有糖尿病，咁你點樣照顧佢哋啊？我又幫佢沖涼，又餵佢食嘢，同嗯哼，埋又換尿片，嗯哼，你有冇陪佢哋去醫院睇醫生嗰啲啊？有啊，咁如果而家有新老闆請你做嘢咧，可能唔係照顧老人家啦，有可係能照顧小朋友啊，或者 BB 啊，得唔得？得，你識唔識煮中國餸噶？可以食，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，你識煮咩咧？要食煲湯啊，排骨煎排骨啦，煎豬肉餅啦，煎魚啦咁，豉油雞嗰啲你識唔識啊？可以，可能咧，老闆又好忙啦，冇時間俾你放假，但係老闆會俾翻錢你咧，你得唔得啊？得，同埋老闆屋企又好細啦，冇地方俾你瞓覺，可能你要同老人家或者小朋友一間房咧，可唔可以啊？可以，同埋做嘢時間又唔可以玩電話，得唔得？好啊，你要做嘢要做完合約2年或者4年6年，同以前差唔多嗰啲咧，你可唔可以啊？可以，咁點解你而家中想嚟香港做嘢咧？仲有搵飯錢，我俾細路讀書，去做咁好啦大，OK。咁你自己有冇食豬肉啊？學，唔識，唔食，但係你會煮豬肉係咪？係啊，咁好啦，唔該晒，好，拜拜。唔該晒，拜拜。